Hello，各位好，又係我中原地產嘅機會。咁今日嚟到咧何文田嘅上蓋一個物業咧，叫做如一。大家介紹嘅咧就係2A 座嘅中層嘅 C 室，一個兩房連儲物室嘅單位。咁我哋依家咧即刻去邊睇睇啊！咁一開門嘅時候咧，你會發覺係一個長方嘅客飯廳啦。而客飯廳咧，亦都係附帶一個嘅戶外露台嘅。咁露台亦都用一個趟門啦。露台嘅景觀咧係非常之開揚嘅，甚至咧係見到少量嘅海景。咁啊，香港區嗰邊都望得到。咁從呢個景望出去咧，其實咧煙花景都可以睇到㗎。即係話你喺屋企裏面咧，唔需要去特登某啲地方咧，其實已經可以享受到個煙花景㗎啦。咁廚房係一個嘅緊廚房啦，緊廚房喺市場上面就特別矜貴㗎啦依家。咁啊，如一咧佢呢個單位咧就做咗一個緊廚房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有一個嘅工人嘅套房喺度啦，即係話唔需要請工人，亦都俾一間細房佢嘥咗佢。咁俾呢個工人套房個工人咧，就已經可以唔使嘥多間房啦。咁樓底你會發覺特別高啦，其實所有嘅衣櫃啊、床啊都可以向高空發展。咁如一咧就位於何文田站嘅上蓋啦，所以變咗其實呢個位咧由何文田地鐵站一出咧，其實翻屋企咧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細房咧係間隔四正啦，4平8穩啦，亦都可以做晒一納嘅上牆嘅衣櫃。咁洗手間亦都係光潔如新嘅，只需要添置一啲嘅家私咧，就其實已經可以入嚟住噶啦。咁另外主人房咧亦都係有一個嘅露台啦，比較特別。景觀亦都同客飯廳相若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都感興趣嘅話咧，咁我可以聯絡我機會睇樓啊。咁喺度多謝各位先。